好唔好食啊？好唔好食啊？ 73歲靚聲王張偉文近日再被網民瘋傳死訊，有網民言之鑿鑿，表示收到消息，令外界十分憂心。不過佢經理人方俊第一時間就出面辟謠，仲公開咗佢喺護老院嘅最新片段。片段入邊，張偉文雖然病痛纏身，身形瘦到鎖骨突晒出嚟，肉眼可見嘅憔悴，不過精神狀態都尚算可以，意識亦都好清醒。見到方俊為佢食最中意嘅蛋撻，佢仲露出鬼馬嘅笑容，又急住要食提子，反應靈活。其實張偉文呢幾年嘅健康狀況差咗好多，唔單止有認知障礙，仲因為腰椎問題引發嚴重壓瘡，又曾經因為細菌入血，情況危急到要入住深切治療部，命懸一線。方俊透露，因為近期自己要北上發展，少咗更新張偉文嘅近況，先至會有謠言。佢又表示，依家張偉文每個月嘅開支大概要3萬蚊，計劃緊安排張偉文搬去內地嘅優質護老院，希望可以改善佢嘅壓瘡問題。